这个中国环台湾岛的军事演习，今仔日来到第2天，这个是派出着歼16甲歼20的战机，以及各种的军舰，为4号练等，甲台湾围起来。上届我境呢，离家人只有40海里，咱的陆军甲海军早起是小连续来发布着影片，讲无咧惊，会以实力来对抗着中国军事的威胁。国防部讲，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国防部拢严密监控。真敢向台湾北京国用放送的强调海域的主权。中国台湾937舰，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，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，你无权干涉。中国解放军昨雄宣布展开宽台军演，到暗时就抛出影片电武器。中国这摆联合来舰的宽台军演，空中派出歼20、歼16的战斗机，海上有直升机、登陆舰加飞弹的护卫舰，陆上准备晚上会东风飞弹为四面八方包围台湾。依照国防部统计，到今日透早6点为止，侦查到49台中共的军机，其中35台飞过海峡中线，进入西南边空域。中共19台海警船7台上晚的所在。甲家人敢若离40海里，这些距离都是很近的。可是你说它是不是对于我们有很直接的一些威胁？但是这里的话就不是军事上面的意义，主要还是目前来看还是在政治上面。中国文攻武吓台湾的国军当然嘛会反制，海军、陆军小日线透过影片展现国军的战备，全台嘛加强戒备。花莲空军基地戒备 F-16战斗机增加到10台，空优挂载实弹的戒备。南平的垦丁有向2向3飞弹，东部、南部加强戒备。离岛金门有海龙操演、海巡戒备，空中有派 P-34反舰机来监控。为空中监视中国的军舰，包括因的利用3型飞弹驱逐舰、港岛级的护卫舰、海警船，拢总被翕落来。中国海警14607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3586艇广播。这显示共军一举一动，拢伫国军甲海巡单位的监控中，两方透过军事演习的影片进行文宣战，互相牵制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